今仔日是正月初四祭神，这上山自由宫。今仔日除了有请这歌戏团来搬迎财神的戏出以外，也有跋杯活动，互信众参与。若准跋到上届坐杯的人，就会当甲这武在宫的家姊翁仔车倒转去。 大锣大鼓闹彩彩，这是上山自由宫伫咧正月初四举办的迎财神活动。祈求新的一年会当趁钱趁袂离，因为今年是蛇年歌戏团迎财神的戏出，嘛加入辟邪团的青蛇和辟邪。另外庙方嘛特别准备跋杯活动，互民众参加。去年跋2杯啊3杯，摕一个迄个零钱包。今年大概很好运气很好了。 台北自由宫透早人是叉，这尊武财神着公平的神尊，就是庙方准备的头奖。若跋到上侪神杯，就会当得到这尊神尊。每年就是初四点啊跋10点，到下晡3点各2场的那个财神爷跋杯，连续3天跋3尊的这个交子头财神。 所以每年拢真侪人。自由宫表示，财神爷有分做文财神和武财神。一般文财神是拜比干、还礼和土地公，主要是保庇文教、服务业和结文产业。也那武财神是拜着关税和关公，保庇生理人、警察、消防人员。自由宫嘛特别提醒民众拜财神爷会当穿一寡猪粿、土豆糖才会知路，因为财神爷爱食甜，诚心诚意祈求神明保庇。记者陈阿轩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